根据咱国内求职网站的调查，目前少年辈想要做的职业排名，伫咧男性的部分，第一名就是要做网络红人网青，接落来就是工程师，而且第5名嘛是网络社群的小编。那女性的部分，第1名就是社群的小编，第2名嘛是网青。接落来则是空服员等等的职业。为着要因应即马网络世代的生涯规划趋势，那国外。咱国内大学即几档嘛有开设社群媒体相关的学系，也其实若真正要踏入新媒体产业界，那爱会晓影音图文的创作，嘛爱会晓社群的分析甲管理等等，有影无简单。网络时代创作的类型愈来愈多元，无论是影片、podcast 还是 VTuber， 伫咧网络顶有真侪无共领域的网青。不过要成作为趁钱的网青，其实无遮简单。但伫咧爱尔兰的东南科技大学，就专门开设4年制的学位学程，教学生安怎来成做网青，吸引350人报名，最后是干那收10个学生。They're very insightful about social media, so they're really coming with a lot of knowledge. Some of them are actually working in that space already, and what they want to do is to see how they could do the work they're doing, but have a deeper knowledge of it. 事实上，咱国内的大学前几年就已经有社群媒体相关学系，对创作、社群分析、媒体管理到实际应用，课程是真多元。学者嘛指出，新媒体产业界的趋势是要求通才，所以学生爱学的物件其实真复杂。它跟以前的大众媒体比较不一样，它比较不是说区分的灯光是灯光，采访是采访，主播是主播，它其实比较要求全面的。所以像我们的学生，技术性上是有要求的，像他必须要会做图文讯息设计、视觉特效、短影音拍摄。对我们来讲，实习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学者嘛指出，目前学界的规划要求实习的时间，有提早到大学2年、3年的趋势，就是希望经过和业界接触，学生通量早清楚家己的方向，才袂到大学4年实习了，才发现家己不适合。想要灌输你的那些主轴很清楚。它会让我知道我在学什么。这个系教会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去善用这些工具。无论是爱尔兰因大学的网青学位，还是台湾的相关学系，根据咱国内求职网站今年所做的调查，网上职业的前5名，无论是查甫查某，前5名内底拢有网青甲网络编辑，可见新媒体产业界正吸引人。这个现象伫咧国内外拢同款。记者卢尚如、寇炳杰台北报道。